無論你係男定女，好好打扮自己，靚就係生產力，外形好就係競爭力。同價錢，靚車、靚表、靚衫，銷量就係高過人。樣貌順眼嘅人就係會多啲機會。唔好唔信，世界自古以來都係咁。鍾馗高中狀元，但因樣醜被皇帝嫌棄，一路撞死金鑾殿，後來變咗捉鬼天師。龐統初見劉備，都因其貌不揚，差點被忽略。所以點解話朱元璋唔可能真係豬腰子面？因為如果佢真係咁醜，年輕時根本唔會被馬皇后睇上，更加聚唔到班兄弟。講遠咗啦，反主題，樣貌係父母俾，天生難改，咁點算？有句話講得好，你可以冇樣，但唔可以冇型。一方面，先敬羅衣後敬人，先睇皮囊後睇魂。你睇下神佛雕像，點解大多高大威猛、金身彩繪，面上要麼慈悲，要麼兇猛？唔係神佛需要，係我哋凡人需要一個視覺載體去生起敬畏。你唔理對唔對，但係咁做真係有用言語壓君子，衣冠震小人。另一方面，打扮自己唔單止為咗嚇人，更加係為自己充電。當你認真打理自己，整個頭、化個妝、帶件飾物、著套得體衫，嗰一刻成個人即刻醒神，眼神發亮，散發嘅氣場自然唔同。狀態好嘅時候，人係會發光呢排。呢個同靚唔靚無關，亦唔關你著唔著名牌，而係一種由內而外嘅氣質。我知道一定有人話：喂，廣東啲富豪大佬成日短褲人字拖我。第一，真正大佬確實唔使靠外表證明自己，但係你唔係大佬啊，你需要。第二，正式場合再大嘅大佬都會著正裝，只係你見唔到啫。內在當然重要過外表，但唔代表外表唔重要。提升能力係慢工。但打扮自己即刻見效，你住得靚，心情就好，心情好，能量就足，能量足，運氣自然唔會差，你會自動遠離爛人爛事，腦袋變乾淨，生命力就活過來。當你無形中向上提升，注意力會越來越集中喺自己身上，而當你專注自己，周圍嘅磁場同生活就會越來越清靜，能量越來越高。所以當你好好打扮自己嗰一刻，你唔係為咗討好別人，而係話俾自己知，我準備好啦，今日我要活得漂亮。